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，民众无法度出国。为了医护人员甲病友的心灵，卫福部台南病院首次举办摄影的展览，邀请台大医学系校友陈永顺举办个人的摄影展。我们纵使学到摄影，也没办法拍出这样子的摄影出来哈，因为陈老师的每一个人生都是一段很令人感动的故事了哈，不管是小学、中学，还有在台大药学系念书，那之后怎么样就业之后怎么到美国留学，然后再回来怎么创业，他也是一个药厂生技公司的董事长，到某一个关键点，整个把它切掉之后，开始来做这样子的一个，那可以造出这么漂亮的哈，我还读了那个陈老师的这些简历之后，觉得真的是太感动了哈。透过清代教授，当时嘛是陈永顺的学妹英介，陈永顺的边缘生活摄影展，在日前结束清代病院的展出以后，4号刷到卫福部台南病院来展出。展出的内容有伊索比亚原始部落、世界上大的藏传佛学院、人文甲水鸟等。每届作品拢是国际比赛的前3名。他仰着在看，有一种期望，一种祈求的那种感觉。那尤其呢，你们可能看照片，等一下你们如果有看那个照片的话，仔细看，这里有一滴眼泪，有一滴眼泪。那个眼泪的话，就是在一种期望，一种求帮助。你看一些嘴唇哦。这个下巴下巴它这个是用手术去割了，把这个下唇割破，给它掉出来，割破掉出来。那个在小孩子的时候，就那个盘子就把它撑进去了，慢慢撑，慢慢撑大。他们那个伊索比亚讲。你迄脖啊，愈大愈水啊，我看到规款，真可怜，足可怜的啊，属实真可怜啊。敢若咱较早阿嬷白骹呢啦。陈永顺老师一生专门研究药品，伊退休前担任本来经药厂的顾问，伊退休以后学习摄影，为着厝内人世界旅游。一届展出作品总共有51幅，包括保健的文化甲生态领域。展期对今日起一直到12月底。欢迎民众踊跃参观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